自2024年12月初10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活出义人的性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罗马书第3章第90到20节。若安尼，咱犹太人点有较赢外邦人？无，我已经有指责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受罪管辖。拄照圣经所记载，拢无义人，连一个都无。无晓悟的人，拢无人祈求上帝。人拢背叛上帝，拢行迷路，拢无人做好事，连一个都无。因的牙后亲像开的梦，因的喙舌奸诈，因的喙唇有毒蛇的毒，因喙内充满恶毒。咒诅，因走真紧，急要杀人流血；因走过的路，拢有毁灭悲惨。平安的路，因毋捌。对上帝心无存敬畏。当咱了解律法一切的要求，是对伫律法的人讲的，互人拢袂当辩解。互全世界拢受上帝审判，所以无人恪守律法的条文，为互上帝宣判做义人。对律法，人才知什么是罪，活出义人的性命。伫电视剧常常看到安尼的剧情，某人为了证明家己的无辜也是清白，就伫别人面前发毒誓。用家己也是厝里的人的性命做赌咒，试想人若靠咒诅就通证明家己的清白，大概就无需要法律，因为人是软弱的，若无法律的约束，恐惊真恶制止犯罪的动机。总是义人的性命无需要法律的制约，因为伊自然会分辨是非。过去私人轿车也无普遍，路面交通号志也无真济。现在路面的车满街走，四界拢是交通号志。为什么会安尼？因为人无内在规范，就是就算路口无青红灯，也爱停落来看周围敢有车，也是行路的人。这表示人需要外在规范，才会当行为正确。譬如讲，行路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实施以前，真济驾驶就算看到行路的人行伫斑马线的顶面，也袂礼让，直到新法规实施，交通安全才有所改善。今日这段经文中，保罗明白指出，这世间无义人，连一个也无。咱人背离上帝，同齐行入歧途。保罗表示，人无法度倚靠律法得救，只有信靠耶稣基督，才会当得救，互生命翻转。当人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才会当甲人建立美好的关系。这就是保罗时常告别的信仰，伊也希望罗马教会的信徒会当分享安尼的信仰。保罗希望咱明白一个真理，也就是人因为相信耶稣是基督，通得甲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。若无耶稣基督伫上帝甲人之间做赎罪的桥梁，人所有的努力拢是白了工。保罗安尼讲，是因为犹太人一直掠做，只要遵守摩西的律法，就通得救。总是保罗提醒遐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信徒，若掠做有摩西的法律就够额，免活出信仰的新生命。若安尼信耶稣就无价值。保罗指出，人无办法透过遵守律法来恢复甲上帝和好的关系，只有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有办法。
毋若安尼，人犹爱活出基督的性命样式。活透保罗的批信了后，咱通看到保罗毋简单只是神学家，伊也是一个信仰的实践者，搁较是福音的传播者。伊一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互搁较侪的人信靠耶稣基督。对保罗来讲，一个真正的义人是相信耶稣基督、追求上帝真理的人。安尼的人，就是有聪明智慧的人。安尼的人袂骄傲，也袂因为相信耶稣就掠家己做义，反倒是愿意努力追求行善做好，活出义人的性命。愿咱伫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，也是大港这期间，通用行动力表达咱是通活出公义的人。做伙来默想，基督徒安怎活出真正自由的生活呢？我是毋是明白家己的欠缺，愿意追求公义、美善的真实生命？基督徒安怎活出真正自由的生活呢？我是毋是明白家己的欠缺，愿意追求公义、美善的真实生命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赏赐耶稣成做我的救主。我深知家己的软弱甲不足，求圣神帮助我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